台北市的敬老卡是真利便，不过伫坐火车的时阵，上车甲落车拢爱伫咧台北市内，若是超过台北市的范围，都爱加钱。若新北的敬老卡是上车落车，其中一站是伫咧台北、新北、基隆任何一个车头都会当使用。若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即马台北市嘛按算得咧办理。 日站卡片比一个真方便，台北市敬老卡使用范围包含大众运输、甲公用场馆等，真侪老大人真爱用。不过坐台铁时，起站甲尾站必须爱伫台北市境内，若无看景转盘爱家己出钱。不过新北敬老卡即要伫起站也有尾站内底，其中一站是台北、新北、基隆林波街车站，就会使扣点。就台北市也建议变安尼做。 会啦，老人家都喜欢坐火车啊，火车比较平稳。可以啊，这次可以出去玩啊。有民众感觉讲放宽敬老卡坐台铁的限制真好，不过也有民众认为讲看远市坐较长的，也是较爱家己开车出门。我比较少出门，远的地方我孙子会在啊。远的话就开车嘛，这个就是在台北市坐一坐，坐捷运的逛一逛。 根据新北社会局统计，扩大敬老卡使用范围了后，去年7月到12月敬老卡坐台铁总共163万4771人次，大大人较爱出门来行动。台北市社会局讲，就已经请台铁报价，预计放宽到台北、新北、基隆、桃园甲宜兰。未来先从基北北桃开始，只要7站在其中一方，我们就可以使用敬老卡的扣点。那这个方向，我们目前也在。 跟台铁还有客运来请他们做一个报价，我们先做一个整体经费还有成本的估算。其实不只是台铁啦，也包含像是我们的客运，看看能不能往整个北部一日生活圈来做推进。后加专业进一步讲，会请台铁对着系统人力来报价，会建议来放宽起站甲尾站的所在是新北、台北、基隆、桃园甲宜兰，同时也甲客运业者来参详调整这路卡系统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